假设啦，他就真正天使，因为圣经上没有记载这三个天使叫什么名字，就假设。好，这个天使就祝福，等下亚伯拉罕说，哦，你将来会有一个儿子，然后他必成为怎样？他必兴建一个强大的国家。哦，这是多么赞的祝福啊！当你觉得失丧的时候，怎样？你突然有一个祝福，你会不会更加对这个你所相信的神会更加的确定说，哦，这就是我的主，会不会？对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请我们掌声鼓励给亚伯拉罕跟三个天使。好，好，请天使跟亚伯拉罕合作。会，好，好，好。请问这个故事让我们学习到什么？有4点要告诉大家。哪4点呢？第一点是什么？好，我再问。第一个就是什么？我们要主动积极的去怎样招服侍人，像什么？我们看到怎样有老人家怎样，有阿公阿嬷怎样不好走路，我们主动去扶他。那有些，那是你的。哦，那我们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主动去积极的去怎样去服侍人，去怎样关怀人。说哦，以凡，为什么你今天心情不好？为什么你的脸每次都要皱起来？哦，他可能心情就是就心里有事啊。那最好是男生找男生，女生找女生。哦，男生这时候呢，他的好朋友家人就过去说你怎么了？这样子。好不用现在演，下次我再请你们2个出来演戏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他的心思就被敞开了。好，没有叫你们直接演戏哦。好，这时候他的心思就被敞开了，他就愿意怎样跟你说了。可是要记住哦，当人家跟你说秘密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告诉人家？要看情况。如果这个秘密怎样？走火入魔，因为这是人家很私密的事情，不行乱讲。除非这个，等一下，好没有，等一下，好，有人不听话喽。上言，坐好。好，看我这边，最后了，要准备结束了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就要守口如瓶，除非这个事情危及到他的生命，我们才会说出来。否则很多事情我们都先不要讲出来。等一下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什么？我们要尽心的准备。刚刚亚伯拉罕是不是摆了好多宴席在他面前？假设就好多宴席，什么牛肉、羊肉啊，还有什么酒啊、水啊，还帮他们洗脚，这些是不是都要准备？要。今天哥哥姐姐那么辛苦，把东西搬上来也搬下去，然后一堆事情都要，还要管秩序，跟你们讲说安静，安静。好，那这些是不是要做准备？心里是不是要做准备？所以我们每次来主日学，我们的心里都要做好准备，说我今天要来主日学，那我要用怎样的心去面对我的神？不是面对老师哦，老师只是诉说一个故事，让你们听到以后、知道以后，举例而已，很好，很漂亮。OK， 好。第三个什么？我们要真诚乐意的，不是说我服侍我怎样，我服侍我就是做啊，我就是刚好就跟事工就是刚好排到我啊，刚好就是我要出来怎样奉献啊、祷告啊，我就出来了。我每次跟他今天是谁奉献？然后上人就马上举手，就是我。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有时候有些大哥哥大姐姐就是你奉献哦，就开始躲开了。为什么？奉献服侍是要甘心乐意的，如果不是出于甘心乐意的，那与其这样就不要奉献给神，因为神不喜悦。了解吗？好。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我们要专心依靠神。为什么要专心依靠神？因为我们的服侍是不是？我们会不会碰到瓶颈？我
我们上课会碰到瓶颈，我听不懂，我写作业会碰到瓶颈，然后不想写，会不会？会啊。那我们要专心依靠。第三个是那个什么我们要第二个是准备嘛，第三个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第三个是我们要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的奉献。哦，好，了解吗？第四个是那个啊，我们要专心依靠，专心依靠神。哎，你要问错了。我们第三个就是要甘心乐意的奉献啊。好，来，好，各位，等一下我要再重复。好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们的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为止。你还想听吗？下次。好。好，哪4点需要我们注意的？好，没有，好，我先念一次。第一个什么？我们要主动积极的去积极，我们要主动积极的去服侍人。对，好，那第二个什么？我们是要怎样？我们要尽心的准备，对，尽心的预备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我们要真诚乐意的奉献在神面前。对，我们不真诚乐意，我们不诚实的话，神喜不喜悦我们的奉献？不喜悦，所以他会不会将祝福给我们？请问会不会将祝福给我们？不会。心雷都是姐姐在讲话。好，会不会？不会。那第4个最后一个我们碰到瓶颈，我们要怎样？专心靠神。哦，了解哈。好，我的故事到这边为止。好，来，有奖征答，请老师帮我看哪个小朋友最乖。帮我看哪个小，帮我记一下是哪个小朋友啊？好，请问亚伯拉罕招待了几位天使？哎，太厉害了！等一下，先放下来。好，放下来。1、2、8，对，8。好，3哦，3才举手。还没有，太厉害了，你们太专心了。好，1、2、3。好，再一次。老师，请珍珍帮我看一下是谁最快。1、2、3。好，张元。那好，3个。好，他有名字吗？有或没有？有吗？有名字吗？摇头，点头。好，请坐下。不好意思，他没有。可是你答对了。好，结束了。好，最后2个问题。好，请问，等一下我还在想好，请问，招待客人，我们要具备哪4个条件？好难哦，怎么办？是哪些？好，如果小朋友不知道的话，可以偷偷暗示给，如果小朋友不知道，老师可以偷偷暗示给小朋友。老师，我该想想。好。是哪几个？4个。好，等一下这个问题搁到旁边。是哪些？好。另外一个问题，请问，好，亚伯拉罕怎么招待这些客旅？怎么没有人举手？怎么一直都是心陪？好，我要重念了。亚伯拉罕要怎样招待这些客旅？好，想想看哦。好，一个答案就好，其中4个一个答案就好。刚刚那个招待的也是一个答案就好。好，第2个答案。第二个是刚刚讲的第2个答案，第二个题目是，第2个题目是怎样？亚伯拉罕具备哪些条件招待这些客人？第3个题目是，第2个开始。对。好，精心准备。
嗯。啊。是什么？要怎样？神不喜欢我们怎样？我们要摆上我们怎样？有啦有啦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怎样？怎样？最后一个。我们要那什么？全国电子怎样？嘿，就甘心嘞，嘿，好，甘心的，哎，甘心乐意吗？还是甘心乐意？甘心乐意吗？好，4个，好，好，这个题目是什么？亚伯拉罕怎样招待这些客人？大家不想回家了吗？怎样招待这些客人？你有了？好，我点名哦。好，点名哦。等下最后一个留下来打扫环境哦。好，嘉恩，哎，起来。请问亚伯拉罕怎样招待这些客人？首先，他们脚脏脏，他帮他怎样？好，看，要小朋友笑。哎。然后呢，他们口渴了，给他怎样？你看，那么多人给你那个怎样？提示。好，肚子饿了，给他吃怎样？可以吃饼。还有很多什么？很多食物给他们。好，请坐。好。好。好，来，我们要结束了。嘉恩、以凡，我们要结束了。看这边，祷告。好，我们闭上眼睛祷告。3年做好。闭上眼睛，不要往前。舒雅、以凡和我。变经了，祷告。好，安静。变经。现在主我们感谢你，这是我们将今天都仰望交托。